大家问千万字，大家要和大家做伙来捌一日，搁差不多个外月，伫要过新正年，咱台湾传统信仰年底拢会拜拜来叩谢神瘟。今仔日要甲大家小解这一日，就是靠靠第三条。读靠这是读白音，台语字典解说靠就是磕头意思，叩头就是磕头。啊，若磕头甲人说多谢，代表足感谢，咱讲是叩谢，嘛当讲是叩答。咱现代一般拢是用伫咧对神佛的谢礼。这个文音读做扣，嘛有字典写做靠，嘛有讲叩谢神瘟，或者是叩答文公。嘛有人读白音读做叩谢神瘟，叩答文公。带大家做伙来小解这两个词。头一个读做叩头，又是咱咧讲的，有人讲是叩首，意思就是跪着额头挖进土骹咧拜。啊，若磕头说多谢这个动作，代表是足大礼、足感谢。第二个词读做叩谢，意思就是磕头说多谢，同款代表讲是有足大的温情。咱用一句话来举例，甲这两个词合做伙。比如讲，咱台湾传统的民间信仰，年底甲年初拢会拜拜叩谢神瘟，会穿大把寿金，叩头来拜天公。所以嘛，互人讲是玉皇金、天公金、叩答文公金。拜拜仪式会当讲是规格上界悬。今仔日小解这一日读做靠，这是白音；另外文音读做扣，嘛有人读做靠，提供予观众朋友来参考。